嘅咧就得㗎啦。我哋叫做咧有心最緊要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從前此生等於背着良心，然而明知道到時會怎發生，緣分不會降在我身，只會挫敗我心。怎麼配做你的情人？明明明白實在未適合你，然而情感每時無從躲避。以後等到要付賬單，彷彿各付不起，從沒有那運氣，不想再試驗你，贈我有力氣講別離。今天我需要的只是愛，何必睜開眼就像眉頭一愛？即使愛個愛就難及戀愛，不需要和自尊和自信比賽。因為首先咧，我要釐身下我哋係 friend 嚟嘅，咁唔係都要講嘅，因為可能今日頭三位可能真係緊張過頭啦。呢個就係拍子嘅問題，跟住就係就可能嗰啲 phrasing 啊，或者真係未熱夠身，可能未夠太興奮啊，可能真係未夠興奮。我希望等陣盡量喺出邊有好多空位俾你哋可以熱身嘅，真係要達到一個極度興奮嘅狀態，即係好似我哋馬毛咁樣，係咪啊？永遠都係咁 excited， 係啊，樂道德先生咁樣係咪啊？永遠都係咁興奮嘅。我哋喺台上面就真係要保持一個極度興奮嘅狀態，如果唔係好難，好多嘢好難做嘅真係，包括呢啲歌係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越嚟越好，接住我哋嗰啲選手，好嘛？好。我都認識你啊，但係咧，我想話俾你聽咧，嗱，第一係緊張，但係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要跑下步啦，如果係咁樣，你有冇跑步先？冇嘅。OK，得啦。嗱，我話俾你聽咧，你唱尤其是長氣歌啊，我叫做啊，然後即係李家財，即係要文武雙全咧，我好清楚文武雙全可以做到乜嘢。OK， 所以咧，第一你要跑步先，第二嘅咧，你記住咬字，你咬準個字嘅咧，你個音唔會跑調啊，唔會跑調。好 ，OK， 所以咧，你而家咧你又唔夠氣啦 ，OK， 嗱跟住咧你咬字咧就唔夠 concern， 即係話咧唔得啊嘛，所以咧唔緊要，要繼續努力，你有個心嘅咧就得㗎啦。我哋叫做咧有心最緊要。OK，thank you，多謝晒。多謝。